台湾第日本属的有5大组头的地区，包括北投、安哥、苗栗、台中、韩国南投，更加抢存到苗栗县同新北市安哥和油的。现在无人爱讲，去年呢又有2间油厂关门，几多油厂封油，甚至走路口黑呛呛的。有50年历史的铜锣油也是爱传下去。好在第3胎的张伟汉4年前回到家乡提接下来，同阿姐向下面嘅爱老油厂有新生命。去年代还得到校委会青年创新发展奖，也还谈论82岁嘅老师傅齐兴昌合作传统的太阳光，又发展陶艺文创，爱铜锣油韩国有机会变做百年老油厂。不是讲都是研究买一种，还有3个月买一种，我爱又买一种，研究大天台，我非常爱吃。嗰二頭嘅接硬嘅，先接過來，佢用嚟嘅方式來整，最美作順。82歲嘅國寶級師傅齊興昌，佢家嘅路屯一隻硬鋼做好嘅，做好嘅送到順後籠走來，也係齊師傅平常時嘅勢頭。哦呀，硬做的呀，要做的，樣不顧下伊，也拿起油咪不顧下伊啊。做得很好。作為20年呢，齊師傅行係細心細意，我確定廚牌有冷硬嘅，那我向員工拎上來，比做下呢隻硬鋼。他們都積了幾多年了，都還有上多一下。40年了啊，40年啊。我26號什麼時候開始做了？銅鑼油第3胎嘅張偉漢，未係26歲來接做工業嘅，而本但唔係來接下來嘅一路談論齊師傅來學，對細硬嘅做意思，現做現叔叔。他還沒做完，你看沒有？出晒了。齊師傅雖然對偉漢嘅表現佢滿意，但係佢唔係為去屯而聽時下嘅歌。而係銅鑼油嘅老員工，看論銅鑼油對鋼筋一定好嘅時期做到一下。今日呢要嘛標當多50斤呢嚇，那做工哎呦裝50斤呢要嘛，記住啊！啊沒有呢嘅老闆全部穿太錢㗎嚇，跟一套8萬張嘅，一套8萬張要嘛。家沒有啲調教，阿漢夾工呀，對我穿多。阿公傳到爸爸的時間，就是那時候是陶瓷興盛的時候，所以酒瓮、水缸怎麼做都有人要，只要有做就有錢傳。到現在為止說水缸跟酒瓮，拱麥 Q 卡就變成說很多都是用進口的，所以我們變成說穿拱錢聽聽，做很辛苦。然後又賺不到什麼錢。民國72年家下喺台灣陶瓷產業做到公共管嘅時代，一直到研究公司改用進口嘅酒硬嘅，要搭塑膠水缸推起嘅太模貨嘅肥嘢，經驗唔好嘅，佢當時本但看到有機會落來做嘅油廠，一間間數起來嘅。去年嘅苗栗又有2間老油廠，現在後台子體無人愛接，要關門嘅。家老人嘅台家到台灣研究公司哈，白話硬嘅出來輸出500萬隻嘅酒硬嘅，做網絡酒硬，有咩小型酒硬啊？哦，因為家苗栗都有差唔多有10個件嚟做，硬廠還算唔係太廠，還算中小嘅，所以大家都硬都差唔多4師傅嚟做個酒硬，得一年差唔多做3-4萬隻。對日本書嘅意思，現在苗栗縣出產嘅肥奶奶質好，一直係台灣陶瓷淺有發展嘅其中一種素材。人工嘅苗栗奶，上下耳講無人唔知。唐人家唐運清形容講，佢當時做研究公司嘅酒硬嘅苗栗奶燒出來嘅品質，終究唔會漏，酒嘅品質一定好。日據時代有5大陶區，就是北投、鶯歌、苗栗、南投，還有台中。那光復以後就剩下2大陶區，就是鶯歌的外銷陶瓷、仿古的外銷陶，還有苗栗的裝飾陶瓷。
苗栗算是整个传统里面传承最好，没有断掉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苗栗有神山雅士，故说做肥的人，佢清洗有2种太材料，一个雅士，一个奶，就到苗栗。故说苗栗早期的青岛工厂，台湾的发展就系到苗栗一度开始做肥的。这个比较难，你用拉胚机放上去，这个中心点比较容易抓。嘿。接红的现在爱用脚起列，爱天出重心，比树来培行过难。总委换嘅阿妹彭秀梅，现年是全台湾唯一会接红光嘅西门人。嫁过来也有迄些工厂的哈，有家庭企业吧。我妈妈就讲：阿妹，嫁过去时我当做哦，阿妹上配安尼哈。对民国77年嫁来中国，看到一团奶，竟然做会出咁多嘅东西。天天呢，伊也有兴趣嘅，咪跳下来学数语，也一做愈系30年。讲实在嘅，82岁，因为做8点钟，和病啊都较强，体力当好。哎呀，迄徐师傅教我安太杂嘅，我迄因为我干货，讲买扣用钱杂800斤呢，因为师傅无咩，嗰时候师傅就讲，你来学，我就开始食，因为细杂嘅会食，太杂嘅无一天会食，太杂嘅难土动态，我就慢慢的食。彭秀梅每次上海吞功夫传下去，无奈何来嘅未婚头下唔肯。一路上讲做到自家唔爱做诶，如何诶？我就要当想讲，唔爱做咧，管体去咧吼。生意咧，以前因为讲做遐行业吧，当辛苦啊。嗰时候生意咧，要迄必学音乐，必学英文吼，马该做必学。我个想讲，下几摆吼，坐办公室有人去啊，人去找啊，薪水又高啊，莫像会按辛苦啊。从小时候就没有接触过。然后也看说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婆都我卡给当你就很辛苦很忙啊，然后连假日晚上都要下工厂来做事，然后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也看我们很辛苦，看这种行业很辛苦，然后并没有叫我们说小时候就会天数啊会帮忙啊呢。总委员为一摆落去油厂听书，喺以托国中升高中经验暑假，现在想要买一支天吉他，总是好同彭秀梅两公婆唔必买，一路听做肥业准打工。下后一直到淘汰后，都唔使落去工厂，连路卡也贵少贵嘢。可能1个月回来一次，然后刚好会遇到亲戚啊，还有客人啊、朋友，就看到来就可能讲说，以后啊，毕业后。现在工作外面都22K 啦，没有工作又不好找，然后就叫我回来帮忙这个传统产业安尼，嘿啊。然后刚开始我也是很反对，我想说来到台中啊、东后高啊，回来苗栗这边又乡下，又没地方好去。后生人中喺香港睇市政府個有好發展，最尾嘅天威鬼路卡係看到野外人來人多些，行喺中嫩一隻油廠，感覺佢唔攀得。然后最后决定这个回来帮忙，是因为有一天看到那个爸爸妈妈他拱安工懂虫，而且一个女人家抬水缸，其实她是很有毅力的，就从年轻做到现在，为了养我们长大，我也觉得说阿公跟爸爸传下来的传统产业嘛，也需要人家继续传承。如果我不做了，我爸爸妈妈他们也就不要做了。他们就是想说要收掉了。做了15年、30年了，我来讲，妈妈吼，伊生意啦，伊上爱讲来去了哟，全部来唔去哦，就来到马街，来到俺来的摸，穿到俺来的摸的吼，由入来做。好，1、2、3，来，可以，慢一点哦。来，再来。龙爪嘅雞一條硬講，愛送入油度烘手，也是喺油廠嘅大事情。阿爸總是好睇順後注意論，雖然一開教本阿未婚夫姐，從有嘅時間行係愛聽做。你表家下假使冇變好，希望下來怕仲開波社會。這個要正一點，這樣的。下面你打下面，下面這個，下面先這個，太下面。啊，
嘿啊，啊，人游泳哦，好懂吵，会几乎会打架。不用再说太远了，要过来现在进这个还比较简单哈，我们进那个大的哈，因为每一个位置要敲得刚刚好，你没有敲好，这门口就没办法关。最重要的就是烧窑这个环节啊，就做再怎么漂亮，做再怎么好，烧窑烧得不好，这都没用。捏窑家下所有的东西如何做到准，像係硬鋼愛濃到一走，現正燒窑的溫度有1200度暗高，微환如利用面烘嘅燒氣來烘造下一片愛捏窑嘅粗胚。这种东西有时候外表看起来像那种太阳晒，如果把它晒干了，外表看起来很干，可是它内里面其实是还有湿气在里面的，所以我们看不到的状况下去烧窑，很容易就会爆或是裂。如係現正是燒到表黑，按你嘅艱苦真經痛都講唔得。故所捏窑一項事情一定重要，一陣也是全台灣清泰嘅雅士窑，咪係微환翕婚紗相片嘅場景。在别的地方看到婚纱都是大同小异，就是在基地拍的嘛。后来我跟我老婆就有一个想法，人家都就做肥业嘛，做肥业我们就是自己有3代窑厂，我们50年的老窑厂，对，然后想说刚好也留个纪念，因为我们这个窑厂不知道说哪时候这个窑会拆掉。其实来什么都不懂，但是就是婆婆啊、姑姑，就是大姑他们都会帮忙，然后就从简单的雕刻开始。因为以前做美容，对美的方面可能还有一点点可以对，然后就是看婆婆怎么做，然后就是跟着她，然后慢慢学。林燕宇家來裝屋，團送團人比起來輕鬆加幾多，也加讓彭秀梅每位聽頭聽尾，上個老窯廠順勢傳下去。微환睇亞太創意學院查圖創意研究所嘅指導教授姚博文認為，相對來講，同老窯同其他嘅老窯廠比起來，韓國有機會變做榜樣窯廠，現正最重要嘅係人留下來嘅。那像銅鑼窯這個東西，你一定要有你的核心價值，就是說你今天不是第2代、第3代，你要想說要怎麼永續經營下去，我覺得要有那個精神性去傳承啊。那這個是目前台灣不是陶藝，是所有工藝缺少的。所以其實微환我也會一直鼓勵他說，你要把它傳承下去。那傳承其實你有心，不是你傳承，包括你的小孩子就要傳承下去。反觀來看，一個世界觀的藝術來講，只要手工做嘅藝術絕對唔會落後，永久就會流行。我希望苗栗也傳統嘅產業，要繼續保存下來。除了學校推廣以外，還有一個政府部門，我希望講去多推廣一種傳統嘅技術，唔好講等到無人做嘅時候，將來都會想辦法補救，已經來唔切咧。第3代沒有新嘅想法，微환嘅阿姐從以前南北想愛做文創來發展自家嘅品牌，同做工業接下來嘅微환想愛打造銅鑼陶藝故事館。就算南北做唔下去，還係要同規措傳統窯廠保留下來。如果說就是做像我們的傳統的水缸啊、酒甕啊，嘅東西，就是比較看老一輩的人用的啦。像我們一些年輕人用的東西，像是碗啊、盤的啊，一啲東西，畢業啊，大家就會較會用安尼，比較大眾化的東西。所以未來我也希望說可以維持我們傳統窯廠的運作，並保留我們傳統窯廠的裡面的風格跟所有設備技術都要保留起來，然後增加我們的展售區、展覽區以及增設故事館的部分。對，希望未來可以一樣傳統的維持，然後增加一些文創及在地性、本土化的客家文化的部分。一下老師傅帶頭，老中槍上台，對州內人客嘅需求來做肥嘢做意思。
本胆强强的竖起来嘅老药厂，现正替上台归心落来做，又为韩国好嘅发展基地。